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高雄气爆发生多件未满2周年的夫妻马家嘅所在区，还睇拍拍揭揭爱重建。各界也呼吁爱重新思考，黑暗危险，台湾沙发产业更含有存在嘅必要。不过，可能我们附近国家，中国大陆、日本甚至新加坡，屯海粗略成立沙发专区，连我们国内嘅沙发大厂都会比上高起嘅。我们都带安用的来面，沙发产业被未来呢。头摆一个生态建设强调经济发展，国内连续成立的四大沙发区落，除了高雄地区，另一个人口更密的地区，睇毛利主要嘅上洲市镇，当地人对头下空间天天的接触提供顺。头份有一只300年历史嘅老上合烟区落卢竹南，本沙发工业为论呢。不过也认真睇工业区地图罕见，也得老屋群呢，都本人保留下来嘅，变做全台湾土地无二嘅沙错案例。也是被沙发内的报道，除了探讨沙发产业，也要看卢竹南沙区用来做沙错位。一开始先来头份嘅沙发工业区看下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在冒烟的这一只的话，就是我们头份的101。好，那我们这个聚落这些三合院能够保存下来，也就是我们这些工业区所赐予给我们这个三合院的。对一条老货房的行业看讲出，一支中沙发太严重讲，系头份千个的体票，当天人那个喊做头份的1业，其实只大概105公尺安高。本身做太楼，大概有35层樓，一隻都市千個體票，竟然係一支太嚴重講，當天人見白講起來都知道危險。最後一隻沙發工業區度，竟然沒還有一隻幾10間老貨房的狀態，兩邊都知道對方會威脅到佢，啥要想辦法和平共存。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4顆這些氫彈，其實這些的話，潛在的危機才是我們最擔心的。尤其像前2-3年的話，他們裡面的發生火災，那火災的話所造成的一些污染物的話，那些的話才是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說，它這顆不定時炸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因為它已經太老舊了，我們每天都是會在擔心這一點。当时我们盖厂是配合国家政策来盖这个厂，但是当时这边都是农地跟荒地，旁边都是农地，但是后来，时间久远了以后，住宅区慢慢就变成在周围，反而是对我们整个头份工业区是一个威胁。这个有的民众会认为说，工业区怎么在住宅旁边呢？2十年前的高雄氣爆，頭份人們起沙發業對佢的影響，佢哋一想到3年前的中沙發火災，主要是唔知那樣時可能又會發生公安意外。比起高雄，頭份沙發工業區將100公頃案發，不過其實係唔減開嘅沙發區咯，完全意思錯誤，發號抽查不是出出入入。頭份工業區、雲林的離島台塑的那個工業區，還有大高雄地區。那如果勉強把桃園也加進來，等於4個聚落。那麼這個4個聚落呢，桃園那邊呢，因為現在要工業城、航空城了。那麼那個又是一個要考慮的。也幾20年來，因正台灣沙發產業發展，基隆市同公路的設計並冇一個專門的單位。同高雄氣爆過後，幹線問題將走出來。學者認為，重點喺台灣有安管網，係有管理網，尤其係有效的管理。同歐洲大陸沙發幹線行面呢，行替代下，連海帶的都有，實當時有公安的義務。比如像美國、歐陸。他們要求的都是管件一定要能夠先申請，你知道它的管怎麼走，甚至包括像歐洲大陸的這個丙烯的輸送管呢，你看它可以輸送到從
那么荷兰一直到卢森堡，经过了比利时、法国、德国呢，大家都清楚。原则上，我们的所有的管线都可以用颜色来分辨。另外，我们每一条的管线，它一定有它的流向跟内容物，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做进一步的处理。这样。一条迄机内稀暗的管线，係做奶酪的重要原料。上昨年，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组成联合稽查小组，会同消防同环保局清查苗栗两台沙发重整，包含头份沙发工业区同苗栗市的长春化工。我们只有4条管线跟外面有连接的，一条是中油的天然气管线，一条是跟华夏公司的蒸汽管线，一条是给中普公司的氢气管线，另外给下游的 CO2 厂商的。原则上，这几条管线都维护得很好。安尼检查重点做许多管线，比如讲长春，比如讲华夏、中石化等等呀，它大型的石化工业管线，做一个检查。检查结果呢，长春大部分就来讲，佢迄面呢，其管线迄面呢，无埋到地下嘅，外面就一条管的，迄就压实嘅管的，迄总有打落來嘅，迄總有負責來管理。暗管無代表危險，所以看唔到；明管咩唔代表安全，所以利片減少。事實上，同沙發產業資產，大家集團都有無同樣危險。大家以為只有管線看好了，那麼不止這個，因為在整個石化產業當中，或整個化工產業裡面的，包括它的蒸餾、它的過濾、它的整個的熱交換、它的分離、它的化學反應，這些都會有危險。但是這些危害裡面，管件不是唯一的，管件是泄漏是最及時的。我們當初一直期盼就說，這些廠是不是能夠外移？好，所以說那個時候的我們去抗爭，它不要蓋下去的話，我們這邊更不可能它會外移。所以說我們用這個方式的話，就是去想要去抗爭說，當然我們有就一直講就說它是火力發電廠的話會造成二氧化碳的污染，就是說以這個方式來去阻撓它，就說沒辦法蓋。拿出民國86年抗爭資料，這樣是中山化和頭份抗建的一處氣田強生廠，引起民眾強烈抗爭。認證直到冇幾廿年前，中山化將發生一敗重大公安意外，一隻工廠列為企業廠全場參加。同20年前，佢將先到頭份振作，因為全苗栗縣工廠青島所在直到頭份，故所企業廠盼嚟這樣是全國第8化學災害演習。冇想到，直到1年過後，中山化廠生產的反應環爆炸，廠內有3隻大嘅氣體，迄個冇事先演習過，知道安樣處理，就會將高雄嘅氣爆事件，反應環嘅幹線行到哪就幫到哪，頭份點遠3公里內，更怕會變做平地。也好的有攀下的工廠，過某1年，中石化也同樣造成的大火災。大火災呢，它引起的東西呢，我們環乙烷，你所了解這擺火災情形，迄年的燃料的、燃料的，跌到呀，環乙烷那個燃料方，結果印塞下去，當一個燃點咯，印塞下去，佢都唔係講用滅火器啦，用水啊，都做得滅掉咧。頭擺沙發廠順航可能都係農地啊、房地，不過迄個人口一細去都市，亦可能發生工業區同住宅區搶地嘅現象。頭份工業區係同中南頭份之間，長春化工同苗栗市，也咪講苗栗縣新主要3隻市鎮都有沙發產業威脅。你看頭份，你都會發現講，佢這麼多一個地方，現在也是人口擴張區了。好，事實上，其實我們都可以了解，它其實也是一個不定時炸彈了。因為如果它廠區有任何，我們先不要談管線有沒有經過了哈，它廠區有任何比較重大的公安意外的時候，其實真有緊張的嘿。在災害防救上面的人口的怎麼避難、好疏散的問題。除了鄰避效應哈，就講不要在我家後院哈，安尼問題以外哈，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講對於當地嘅經濟發展哈，
同污染之间，假设经济发展太过污染，民众可能会忍受度会较强，但讲经济发展一方面，这都也对就业也无乜个替代的帮助的话，你要污染按严重，或者安全按严重的话，民众一定会有安的一种抗争的反应，头份工业区、竹南工业区，其实这个产业的聚落其实慢慢在形成。好，那这边的产业的结构其实也在做调整，因为竹南科学园区在那边，好，竹南科学园在那竹南科学园区在那边呢，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呢，跟着就会一起。好，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呢，这个现在的真正在说这个石化或者化工的产业，大概只剩下8家，21家里面只有8家。那一个国家的石化产值跟这个就是在这个乙烯，就是看各国乙烯哪边是产量最大。石炭、天然气同石油係燃料，環氣同汞係基礎嘅燃料，韓國相關嘅產品同最美嘅產品，亦都有上中下游嘅石化產業，一年同台灣創造嘅40個產出。不過，就算係做石化業，頭份工業區咩頭轉型，100間嘅石化廠。同時，咩做好 ICT 產業供應鏈，鼓數撒下來重點係為咗發展經濟，台灣應該要保留石化產業麼？包括高科技的半導體、LED， 還有我們汽車產業，甚至我們現在也有產業已經航空在做零組件的。那麼這一些呢，最基礎的原料就是石化的這個材料。我們不要講。一個塑膠杯也好，一個塑膠袋也好，甚至汽車產業啦、電子產業、半導體的這個產業需要的原料呢，我們不能說好，我們都不要，那不要你全部都進來，那你怎麼去生產，怎麼去發展？按樣香港要保留嘅係有競爭力、有安全嘅石化產業，相對加冇有石化轉期係。高雄嘅石化轉期都在後重建當中，暫時停妥下來。不過，附近嘅各國，像喺新加坡，實將石化產業轉做基礎嘅工業同嘅發展。大家曉得，新加坡是一個非常注意安全、那麼環保的一個國家。那它從1995年就填海造陸，那麼目前，那麼它有將近3000公頃，那麼世界最知名的100家的大的化學公司都進去了，所以呢，石化專區呢是一個勢在必行。如果我們台灣要把石化產業留下來，政府根本要作為角色，希望讓這些產業跟留台灣。雖然你是傳統工業，但是對我們台灣的發展跟競爭力具有相當大的一個程度的影響。所以在這種下，你如何輔導產業升級？讓這些工廠更具安全性。我強調，過去石化發展其實有我們台灣固定的那個時空背景。現在石化業是不是還是它雖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那是不是我們國家還是繼續在傾全力發展這個石化產業？我覺得這個我們包含我們國家整體的產業的戰略政策都可以重新再調整。打開頭份中南嘅地圖來看，石化工業區主要都市嘅東航所在，除咗安全依附，影響生態還係都市嘅發展。頭份亦希望做得實石化轉期，唔過今後使到去順氣。頭份鎮101年元旦嘅，我哋人口就超過10萬，正式突破10萬人口，加上竹南8萬多人口，整個頭份竹南的這個生活圈人口數包含這些沒有涉及的流動人口，一定超過20萬以上。這個石化專區在這裡我們是當然希望能夠遷移啦希望他們把這個公安，把這個會影響到居民這種空氣品質的，把它處理好改進就好。但是要他們搬走不可能。當然是用我個人的想法，當然是把它搬走，然後開始有，因為我們竹南頭，我在這邊60年。竹南頭份真的人口的這個發展真的很有限，很慢，速度很慢，所以當然這個當然在中心點嘛。